個人 IP 咧就唔係公關嘅獨角戲，由賈總一見稱雄到雷總嘅人設崩塌，企業家 IP 點解難做？難在唔懂公關江湖嘅底層邏輯。最近睇咗篇文章，核心嘅觀點就話中國企業公關嘅成敗本質係對入圈、面子、真誠三層江湖邏輯嘅理解深度啦。而企業家 IP 作為企業公關嘅超級載體咧，難做嘅根源就係將個人人設同江湖規則割裂開，要麼好似賈總咁樣脫離江湖，要麼咧就好似雷總咁樣用套路代替真誠喎。賈總之前就因為預製菜事件多次引發爭議啦，最終就選擇清空所有社交賬戶，本質咧就係未入圈先拒圈嘅必然結果啦。企業有人喺媒體江湖混，建立穩定嘅溝通鏈路，但賈總咧始終以老闆身份直接落場發聲，既冇像阿里、騰訊咁樣培養圈內交際花，亦都冇對媒體江湖嘅論資排輩、人情規則存敬畏心喎。雷總年度演講咧曾經以奮鬥者、真誠人設圈粉啦，但係今年咧就因為重複勵志故事，避重就輕談供應鏈問題就被吐槽人設虛浮喎。佢又踩到咩雷咧？就係將面子當成真誠啦，用高大上嘅套路替代咗心與心嘅交流啊！雷總嘅演講場地夠大，故事夠勵志，但係冇回應用戶關心嘅性價比爭議同研發進度呢啲問題，就缺少咗真誠啦。佢湊齊咗流量同面子，但係咧就冇同媒體用戶做將心比心嘅真實溝通。由以上兩個案例嚟睇咧，企業家 IP 難本質上就係3個錯位，全部踩晒江湖大忌。先嚟呢個身份錯位下，將老闆話語權當成江湖通行證，賈總直接落場，雷總自說自話，都唔記得咗江湖咧係人與人嘅連接。企業家嘅 IP 咧就唔係老闆嘅個人微博喎，而係需要通過公關團隊入圈，用日常嘅人情嚟維護搭建緩衝帶。第二咧就係認知錯位啦，將套路面子當成真誠來。要麼好似雷總咁樣做高大上嘅表面功夫，要麼就好似安踏公關咁樣用傲慢嚟代替尊重。佢哋都唔記得咗，用戶要嘅唔係年度演講雞湯啊，而係出問題嘅時候有人幫你講句公道話嘅人情。第三咧就係目標錯位啦，將流量熱度當成價值觀認同。頂級公關咧就係謀求社會輿論嘅價值觀認同，而多數嘅企業家 IP 咧淨係及住呢個演講播放量、微博熱搜，但係媒體朋友嘅人情啊，先至係 IP 嘅防彈衣啊！企業家嘅本質咧就唔係打造一個完美嘅人設，而係喺公關江湖入邊用真誠積落一堆願意相信你嘅人。賈總走人，雷總又飄啦，難嘅咧從來都唔係做 IP，而係要放低老闆嘅傲慢，先學做江湖入邊嘅自己人。